去问迄个 customer service 迄个人，迄个外国人，伊有甲我讲，可能是啥物原因试着几啊摆，最后才知影我即个串流无倒出去 YouTube 的原因，后来找着，是迄个原因是因为迄个 YouTube 伊的 API， 就伊对迄个 restrict 遮物件的迄个 API， 甲伊家己 YouTube 的顶悬迄个无共的规则，就是你若是写迄个 title 写伤长，就接袂着，伊就甲伊砸起来安尼。就后来才知影，我甲我的迄个title 个标题别囥遐尼济字就无问题啊。对啊，我后来嘛是问迄个 restrict 的人，我才知影即有即种代志。嗯，准备啊，你会当先甲你的迄 Steam 拍开啊。哪会甲伊关掉？煞甲伊关掉。咱已经一礼拜无算过，敢会阁袂记安怎算？甲我的 controller 摕起来。就咱转来到迄个因查某囝的房间啊，要甲伊创互哭啊！啊，迄个老爸就讲有啥物物件甲伊创歹，伊查某囝就会哭，就要来去做这样代志。但是我就毋讲迄个查某囝，为虾米一定爱互伊创哭？这就是迄个啥，迄本册讲因还无想通啊。对啊，两个爸母有够憨诶。戆。我唱一个外头。会歌哦。是关于我坐伫窗仔边。嗯哼。哦，昨去台中。嗯。你遐敢会足寒？袂，阁无落雨。哦。阁有小可有小可热。哦。安尼挺好。啊，卖落雨上好。迄个阿信唱歌唱到全身拢是汗。哦。毋知伤热还是伤冻诶呢？伊这嘛无算是青春的肉体啊。对啊，应该比我较老诶。哦。我会记你应该无比我少年。嗯。但是因5个人几啊个拢已经做老爸啊。系啊。昨阁甲阮翁开讲咧讲，毋知为虾米阿信，伊家己一直都无啥物新闻，伊20几年拢无啥物新闻讲伊有啥物人甲伊斗阵啊是安那？伊之前毋是有一个女朋友吗？就足久之前我无印象。嘿。伊就拢无即款的消息，嘛无结婚，嘛无生囝。其他的人拢做老爸啊。嗯。无得开，伊已经结婚啊，只是讲无讲尔。
嘛是有可能哦。啊，因某就是，即种，就一般人安尼。即种因是啥物代志，咱嘛无法度了解。啊，伊是台北投人，你知哦？哦，毋知诶。伊北投人啊。哦，是哦。因爸爸进前拢定伫迄个北投站遐附近有一间咖啡店，就定伫遐啉咖啡，甲朋友伫遐啉咖啡。啊，迄间我有一阵仔有足定去。间咖啡店啊，即摆迄间会拄着。拄着。是哦。系啊。好，小等，即摆要开始啊，小等哦。好 ，Let's go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仔日米莉的台语采访上。我今仔日是即个较忝的面，因为我有毋知要安讲呢，就是我的嘴唇肿起来，所以今日较无方便，就用即个物件。咱先来介绍，咱今日要来升级的画面顶悬看到即个游戏《It Takes Two》，是双人斗阵行。啊，甲咱斗阵来升级的游戏，阁是顶届共款的来宾丹罗，咱先来欢迎丹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仔日是 Mr. Mini Yoda，Mr. Mini Yoda。加高水，迄就是咱今仔日拢升级的 filter。对啊。一礼拜无耍啊，足紧张的。毋知讲国会记你安怎耍？不要紧，咱先来拍开咱的即个游戏。我先来看卖咧，你稍等。好，今日要来升级的游戏，我先来切即个线顶游戏，啊来线顶对，连到 server EA server， 啊我来找单路。我已经开好啊。哦，稍等，我的这个设定好，邀请朋友起歪，邀请单路有找到你啊，邀请，加试一解，邀请单路，好，找到啊。咱即马是来到Rose的房间，咱的进度是来到遮。咱进前的直播的迄个影片，有新的人来留话呢。哦，是哦。毋是，伫咧影片下骹，毋是有来看咱直播的人，是。顶届有来我的频道留话的一个网友，伊讲这看起来这游戏看起来就好耍，应该是咱升到，互人看起来好耍，应该是无失败啦。伊就讲看起来就好耍，但是伊无电脑。哦。无电脑哦。这啥物 Switch 还是 PS 刚有？即马是无看过即个消息，但是我是想讲，即个若是因有伫咧摆平台，若顶悬若是有，应该嘛袂歹。佚佗物啊，哪会遮侪？伊最介意迄支。哦，买呢好无？米莉，我小等者，就是我电脑
电脑敢若降停节。好，要紧，你